出来你就找我，一天天给你惯着。你别笑，装到吗？装。阿婆，我帮你提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要的，要的。啊！你看你这个猴子。跪下！给我跪好了，别给我稀了马虎的，天天滋儿五杨六的，再给我嘚瑟一个，给我跪个20去，跪个20去，稀了马虎的，还敢没收我私房钱？我大嘴巴子我呼你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睡起来没完没了了，睡个觉还乐，赶紧给我刷马桶去。好嘞。大爷，你这竹笋怎么卖的？这个2块一根，这个1块一根。你这么短，还要2块啊？还给你啊，我买2根长的。哎，还没给钱的。给钱？给什么钱？我这个是拿这个换的呀。你这个也没给钱啊？这个我还你了，放在这里了呀，我给什么钱？咦，好像哪儿不对头呀。不要慌，你先等一下，老伯伯快过来，快来给我看这个账对不对头啊？我们重新再来一道哈。好吧，开始。大爷，你这竹笋怎么卖的呀？这个2元一根，这个1元一根。哎呦，这么短还要卖2块，我买2根长的，这个给你放这儿了啊。还没给钱呢。给钱？给什么钱？我这个是拿这个换的，给什么钱？你这个也没给钱啊？这个我还你了呀，放在这儿了，我给什么钱？对不对，大娘？对不对，老伯伯？对，这个屁对！明明年还的，你明明交贵点，你还不拿2块钱？看到那个卖头头钱，我走了。我觉得哪儿哈是不对头啊？等一下，先把绳子给我放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吧，再来一次吧。放好了吗？放好了，准备哦。好，开始。大爷，你这竹笋怎么卖的？小子，你这竹笋怎么卖的？啥子竹笋？卖完了，没得了。媳妇儿，爸爸，我知道你小子嘛意思，你找你老爸我算找对人了。哎呦啊，客气啊。嗯，嘿，找我要，我还不知道找谁要去了，找你媳妇要去。哎，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喂，秘书，把那个太平洋给我买下来，我从那盖个游泳池。你那拖鞋在这喝谁呢？干嘛？还游泳池，还太平洋了，还干嘛？喂，爸，太平洋别卖啊，我还得游泳呢。啊，行，挂。你装嘛？不是你跟我说你装嘛？你跟我装嘛？哪有拖鞋？你给我挡着！不，你给我装是吧？天天你本儿扒着在这儿跟我。你知道我装吗你？